翻嚟中山大灣區咁樣嘅小區環境，只需要40零萬就可以攞得一套3房嘅屋宅，仲要小區樓下就配有私家嘅泳池，實在性價比太高啦！翻嚟中山根本上係唔需要你住酒店嘅，隨便40零萬就可以攞得一間3房嘅屋宅。樓下配有自營嘅生活配套，門口將有香港嘅直通巴士，有40幾方到60幾方嘅面積，任君你選擇，可以買毛坯，亦都可以買精裝交付俾你。喜歡高層嘅朋友，仲可以望到成個中山嘅市中心面。呢度即將會打造一個旗杆新城，周邊最近還拍咗幾塊4代宅用地，4代宅全部要200個起步。感興趣嘅朋友，啲我帶你實地嚟考察。